宣调，求就互你，吹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囡仔求会得着，吹会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我要对上帝出声叫伊，我对上帝出声，伊要压耳孔听我。现在请大家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三角的祈祷。全能慈悲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阮拢捌犯罪，来离开主你的道路，亲像白鹭一样，但阮也过分相信家己的计谋，有时阵搁较放纵家己的情欲，拢无节制。的这个啉食，所以食出真侪才会毛病出来。求主你来帮助阮啉食，拢总有这个节制。因为阮的身躯乃是上帝的殿，阮拢有健康的身躯来侍奉你。现在阮要继续为着阮所徛起的美国。以及台湾来祈祷，求你切克天使天君，早
赢伫阮所徛起的土地顶面，无受到撒旦魔鬼的侵犯和搅扰。求你来帮助阮，为咱做一切，伤害着阮背邪这恶势力。然后目前的这个病毒，会当早日被控制落来，互这个病毒会当转变成做一般的这个流感，无搁再威胁着夺去阮人类的这个性命，互阮会当好好甲病毒来共存，也互搁较有效果的这个疫苗。不管是用注射的，还是口服的，尽量较早来上市，通互阮重新倒转去迄个熟悉的生活环境内面。因为病毒的影响，已经互人类之间彼此互动拢疏远了，这实在是真悲哀的。但最近台湾的大学签着副总统。带了着一队文武百官，要去洪都拉斯，甲总统卡斯楚先生，以及贝里斯的总理布鲁塞条先生，要举行这个双边的这个会谈，一切拢通平安顺利，愈添安稳。我们要为着乌克兰特别面临着这个苏联侵略的这个危机来祈祷，互百姓因拢袂当脱离战争的这个吞纳甲惊吓。但最近美国甲台湾各地方气氛落真多，有的所在甚至到了这个暴风雪。求上帝保守着大家，保守着风寒。尤其是遐个无家富贵的游民，会通透过地方政府的帮助，提供临时撇限的这个大的所在，也提供一寡食物，或者是弱势族群会通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再过2天，就是这个旧历的过年。我哋要感谢上帝，就是阮新的这个好年，阮上帝赐予所有百姓好年旺福，有新的5万，继续用着稳定最年冬的免流，互阮新的一年的路径拢有油得滴，有上帝的赐福，互全世界病毒疫情较早一点啊。会通被控制落来，互全世界会通有正常的这个生活。但今日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这个礼拜来敬拜欧罗利，我搁注意来里面阮，今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乡亲兄弟姊妹，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针对上帝要赐福的这个管道。现在恳求主你先来请基督徒的嘴，圣神也来感召着阮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互阮有丰富的一个主日，让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第7节到第10节。第7节，耶稣看遐个人客特经大位，就用譬如对因讲：恁互人请去赴婚宴的时，毋通坐大位。
恐惊有比你较尊贵的人，嘛来互伊请。迄时，主人会来甲你讲，请让位互即个人，因为感觉见笑，煞着去坐伫上尾的位。互人请的时，着去坐尾位，请你的人来甲你讲，朋友，请你起来坐大位。迄时，你伫工作的人面前就有体面。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13到14节。13节，你办道请人家时，着请散车的、破手的、摆骹的、青面的，安尼你定会受祝福，因为因无能力甲你报答。伫义人搁活的时，上帝会甲你报答。第三位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16到18节。16节，毋过耶稣甲伊讲，有一个人办大宴席，请真侪人，到要开道的时，说伊的老婆甲所请的人讲，请恁着来，逐项拢准备好势啊！因一个一个提示。第四位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22到24节。22节，老婆讲：“主人，你所吩咐的，我拢已经做啊，毋过还阁有空位。”主人对老婆讲：“出去路人甲篱笆边，免强人入来，通互我的厝坐满。因为我甲恁讲，前所请遐个人，无一个会当食着我的宴席。”这是上帝话，既若读甲听遐个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这条要来学咯。过新年祝寿福。囡仔记做囡仔的时阵，上关欢喜的就是过新年，新年到，过年到，穿新衫摕红包。所以等我长大了后，才知影，这个过年拢是有这个新的愿望、新的恩典、上帝应允、上帝的祝福。今年拄拄是这个好年，所以愿咱大家合家拢得到天父上帝的祝福，满。那么歌词是咧描写讲，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愿望，有恩典，充满我的心，主应允，主祝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的期待，好年得福，所有的这个祝福，伫圣经的内面，都因着信所得来的这个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的方向。结出这个丰盛满满的果子，大家新年恭喜！过年咯，大家恭喜！有希望，有恩典，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愿望，有恩典，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
新的心新期待，予你日好。所有的祝福伫圣经的内面，独独因着是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结出丰盛满满的果子。过年路，过年路，大家恭喜！有希望，有稳定，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过年路，过年路，大家恭喜！有梦，有根电，充满我心。主应允，主祝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过年路，过年路，大家恭喜！有梦，有稳定，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所有的祝福伫圣经的内面，独独因着是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结出丰盛满满的果子。阿瑞嘛！过年了，过年了，大家恭喜！有梦有稳定，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所有的祝福伫圣经的内面，独独因着是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结出丰盛满满的果子。阿里吧！过年路，过年路，大家恭喜！有希望，有稳定，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过年路，过年路，大家恭喜！有希望，有稳定，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过年路，过年路，大家恭喜！有梦，有稳定，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所有的祝福伫圣经的内面，独独因着是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结出丰盛满满的果子。过年路，过年路，大家恭喜！有希望，有稳定，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
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梦有肯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祝好，达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梦有肯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事好，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所有的祝福，你心境会来面，独因着是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求主丰盛满满的关系。阿瑞吧！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梦有地，充满我心。祝愿阮祝事好，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所有的祝福，你心境会来面，独因着是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给主丰盛满满的果子。阿里吧！过年咯，大家恭喜！有希望，有稳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事好，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过年咯，大家恭喜！有希望，有稳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事好，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梦有稳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事好，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所有的祝福，你心境会来面，独因着是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给出丰盛满满的果子。过年咯，大家恭喜！有希望，有稳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事好，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梦有肯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祝好，达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梦有稳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事好，咱着感谢。新的心，新期待，好日子好。所有的祝福，你心境会来面，独因着是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求主丰盛满满的果子。阿瑞吧！过年咯，大家恭喜！有梦有稳定，充满我心。祝愿阮祝事好，咱着感谢。
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所有的祝福，伫圣经的内面，总都因着神所得来的祝福。求主赐予咱一个新方向，结出丰盛满满的果子。好利吧！为你努，为你努，大家恭喜！有希望，有稳定，充满我心。主应允，主赐福，咱就感谢。新的心，新期待，予你祝福。各位乡亲，各位师大，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有一个姊妹听牧师讲到了后，伊就走去牧师的面前，甲牧师讲：“牧师啊，你头拄仔讲的故事吼，我伫12年前都听过安尼。”这个牧师常常引用无共款的这个故事来配合这个信息的内容，和真理搁较容易通了解。所以这个牧师真平静来应答讲：“那么你的意思是讲，你若唱过这个诗歌，这个诗歌就是为人感动你的心的这个歌，你也袂使搁唱过嘛？所以现在我嘛要共款。”要来讲一个故事互恁听，可能真侪人拢已经听过啊。这个故事真正有这个启发性，这个细节真有可能有这个无共款的版本的存在。毋过呢，拢总有共款这个真理伫这个中间，咱来参考看卖吼。有一个人做一个梦，伊梦见最后所带伊去参观这个地狱。甲天堂，要去第一个这个路上，伫远远就听到这个吵吵闹闹、大声的这个声音。原来是一个这个宴席，桌面上摆满这个山珍海味，受邀请的人客，每一个人手拢拿一双这个长长的箸，因准备好势要来享受这个食物。总是咧，因安怎去硬，拢总食袂着。原来伊个箸伤长啦，因袂通食到这个食物，因个喙就出这个恶言来咒抓咒骂上帝。那么煞接的，最后就带伊去参观这个天堂。天堂嘛共款，摆设一道这个料理道，人客嘛是夹着长长的这个一双箸。毋过，因是有讲有笑，大家做伙伫遐咧享受一品料理。那么，地狱甲天堂因的差别到底伫倒位呢？原来天堂的人，这人客业，这个用箸去捏着这个食物的时，就捏互对面的这个人客来食。对面人客捏着这个食物的时，就送到对面的人客喙内。所以，人人礼尚往来。大家拢食甲真饱、真欢喜、真满足、真爽快。那么第二个这个人客，伊捏着食物的时，伊干那要拍入去家己的喙孔啊，就是因为这个箸伤长，无法合作，面对着这个满肚的这个山珍海味，甲摇巴肚，简单见尔定。所以规本圣经中间，拢充满着真侪这个啉食的文化。对圣经的头一卷创世纪开始，人类的始祖亚当甲夏娃，因上大的弱点就是食出这个问题。伫圣经最后一卷这个启示录，嘛甲食有关系呢。所以最后说伫这个启示录第3章20节，伊讲看，我徛伫门外拍门，然后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入去伊遐。我要甲伊也要甲我做伙同坐倒。路加福音中间有几啊摆出现这个啉食，也是这个宴席的这个场合，
单单是最后说伫这个法利赛人的厝内坐倒，有记载3摆，其他的3摆是最后说伫这个利未的厝，甲抽象的甲罪人做伙坐倒，最后说甲学生做伙食这个搬过这个宴席的时，并且设立这个圣餐，搁来最后说甲2个学生做伙来同坐倒。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罗马人，伊个宴席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社交的这个场合。甲一个人做伙坐倒，就是表明愿意甲伊交往，甲伊有这个团契存在。这个宴席通常包括着这个食甲啉，伫这个啉食以前，嘛有这个祝谢甲祈祷，中间有安排这个娱乐。伫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中间，因检测会安排这个哲学的这个对话，就是大家用这个哲学的这个谈论。伫犹太传统的中间，伫这个餐桌的顶面有这个律法的这个教示，所以最后说要常常借着这个宴席来教示人。那么咱台湾人的宴席，差不多拢是用这个歌舞音乐的节目较侪。做伙坐倒，毋单单是甲伊同倒，嘛做伙分享这个食物，也甲因的性命彼此相交。最后说，伫这个受难以前，伊真热切希望会通甲学生彼此的这个相交。伊所设立这个圣餐，毋单单是望阮的管道尔定，也真做甲主相交，也是联合的这个路径。伫最后所有服侍过程，有即个摆的侍奉，拢甲这个啉食有关系。最后所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阵，就跟对着伊的老母玛利亚去迦纳参加一场这个婚宴。当最后所要服侍到尾声，伫咧上是日记以前，伊甲学生食这个搬过一个晚餐，搬过一个晚餐就做进入到天顶的这个宴席。为什么圣经内面爱有大量的这个啉食的文化呢？真简单嘛，因为人拢需要食，尤其是咱台湾人，一来讲吼，讲食饭是皇帝大。你食饭的时，拢袂使做其他的代志，也袂使去来吵闹。有一日，咱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拢要入去永恒这个国度内面，甲主同坐倒。这个天国的宴席。这个宴席先知以赛亚伫这个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有预言过，伊安怎讲？伫这个山顶，万军的耶和华必定要为着万民用杯柑设立这个宴席，用珍酒甲充满骨髓的这个杯柑，甲这个定清的这个珍酒摆设宴席，这是上帝最特别。最独一的设计，咱借着这个品味，这个美食，借着这个味觉来享受这个好的滋味。就是最后所讲，人活的毋是单单活靠食物，乃是活靠上帝嘴内所讲的一切话。圣经中出现这句话的背景，拢是伫描写人需要食物的时阵。譬如讲，以色列百姓伫咧旷野。面对这个粮食的问题的时阵，还佫有就是最后说，伫这个禁食40暝日了后，腹肚枵的时阵，拄咧当人面对切身需要的时阵，上帝话就要提醒咱，人活的毋是单单活靠食物，乃是活靠上帝出来所出的一切话。那么父主的宴席。重点不在伫食，乃是在伫被邀请进入这个上帝国。那么，什么款的人才有资格通进入上帝国呢？伫这个路加福音14章内底，最所看到所邀请的人客去选择要坐大位，所以最后所就用这个副婚姻一些譬喻来教示这个群众。
所以伫即段圣经内底，咱通看见有资格赴主宴席的人，需要备办几项真重要即个条件，这真要紧吼。咱做来学习。第一件，会晓谦卑家己的人，会晓家己谦卑的人。所以当时最后说，受邀请到一个法利赛人会出来去食饭，有人即教，就直接爬去你这个大位顶面来坐。总是按照犹太人的文化甲礼数习惯，所有这个大位就亲像咱台湾人的这个圆桌，大位就是离这个入口食饭的所在。总是呢，当时的犹太人所使用这个餐桌，敢若无共款，因为餐桌是叫做厅倒的这个餐桌，厅咧倒的这个餐桌。啊，我甲伊合作埃及宴后式的吼。埃及宴哦是咧听你享受，你食肉，你食水果安尼。所以餐桌的摆列是即个摸字形，波摸法摸字形。通常伊会听车倒伫遐来用餐。那么大位就是我近主人上较近的所在，叫做大位。那么最后所教是这个人客毋通先去坐大位，这是一般的这个社会伦理的这个教示。按照咱的讲法，就是做人处事的道理，就亲像咱食饭的时阵，要有这个规矩。你啉汤的时毋通出大声，食饭爱食有清气。这是属于这个社会伦理。最后说伫这个食饭的场合，教示因食饭的这个社会伦理，表面上看起来，甲使用无直接的关系，总是伫即个上帝国内面，依然要有即个规矩甲特殊的。所以最后说透过即个社会伦理，所谓教示上帝国的代志，就是爱咱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会互上帝所提升的人。所以最后所讲，因为既然自高的，要降做卑微；自卑的，要甲伊升悬。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会失去这个单纯的心。有一日，最后所拄咧教示学生的时阵，忽然间来一个小朋友，学生想要甲伊阻止迄个细汉囡仔，就是最后所却互这个细囝来伫个身躯边，因为天国拄对需要即款的人，就是爱有一粒单纯的心的人，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只干那会当看到家己的需要，伊拢忽略别人的这个需要。那么第二项真要紧的，就咱若看到有需要的人，并且去服侍伊的人，咱若看到有需要，咱就要去甲伊服侍。赴主的宴席的时阵，咱要注意，什么人是有需要的人，你就要去服侍伊。伫即场这个宴席的中间，最后所教示邀请伊的人，讲。你摆设宴席，反倒要去请遐个送香的人、잔费的人、摆卡的人、饲命的人，你就有福气了。最后说，唔爱你去邀请遐个有能力来回报你的人，所以说爱你去邀请遐个无能力来回报你的人，这就是真正的服侍嘛。你服侍的人，即使若是有能力来回报你。你干那你做你累积你家己人情的这个亏底信用尔定，即摆你请，后回就伊来请，这个是公平互惠的原则。逐人已经得到了咱家己应该得的这个奖赏奖赏。那么伫主的内面是无有这个奖赏的。如果对方无能力来回报你的时，上帝伊就要亲身来做你的这个赏赐。第三项，接受主耶稣的这个邀请。所以当咱赴主的宴席的时阵，咱必须要接受主的这个邀请。你若拒绝邀请的人，什么机会拢总无咯。最后说，捌举一个例，有一个人邀请来参加这个宴席。结果因拢拒绝的，
头一个人讲吼，我买了这个土地，我必须要去看，才能准我死。这个正好无好，因为你要买土地以前，一定是先去看过嘛，才决定是要买还是唔买。第二个人讲，我买了5对牛，这个牛是要去试看卖呢，才能准我死。这嘛是一个借口呢，因为一个人要买牛以前，一定先证明吼，这牛是不是勇健有力，会犁田，会做工嘛。第三个人讲吼，我拄着娶某，所以袂当去。这个理由看起来敢若亲像真合理，因为伫这旧约新免记中间有文明规定，结婚头一年，一个人应该留伫厝内，新娶某的人毋通去做兵去收台，也毋通托伊办理这个什么公司，通伫厝内经营一工一冬，互伊所娶的某通感觉到这个快乐。总是呢，这个改变的目的是要准人免去做兵出征收台，毋是要断绝社交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讲法就马上被否定。然后当这个萝卜倒转去甲主人报告的时，主人真生气，就对萝卜讲：赶紧出去，到街头巷尾，带遐个送香人、占位的人、痴迷的人、摆卡的人，拢总甲伊带入来。这个人甲13所讲的，遐个被需要的人，拢是共一种人。将来有一日，咱嘛要付诸的这个宴席，咱要大声备办好咱家己，诚做一个谦卑的人，嘛得学习去服侍遐个有需要却无法度来回报你的人。最后，咱更较爱勇敢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邀请。因为主耶稣要过来的时阵，这个预言已经得到应验了。主耶稣伊要召集天下的各方各族属伊的百姓，做伙赴羊羔的这个婚宴。迄个时阵，咱要甲主面对面来享受到主伊荣耀这个同在。所以，独独只有因信仰所来的这个祝福，会当伫咱的活命中间结出这个美善的轨迹，会当互咱有这个新的方向。阿们。回应西瓜，Havana Gira， 佮再过2天，就是咱台湾的这个旧的过年。所以今日这个回应西瓜，我特别安排一首，希伯来文的这个 Havana Gira， 这是一首伊这个人伫过新年，也是伫真欢喜庆典的时阵。因常常爱吟的这首诗歌。那么虽讲咱是拢是华人，也是台湾人这个血统，就是咱互上帝所呼召出来，咱叫做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阿们。这歌词是安尼讲：来吧，互咱欢喜快乐，带着喜乐的心起来吧，兄弟姊妹。咱用这首诗歌做回应。是说要甲兄弟姊妹讲，新年快乐，新年得到福气，阿们。Hava, nagila hava, nagila hava, nagila bersemh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hava, nagina bersemha, hava ne anela, hava ne anela, hava ne anela bersemha, hava ne anela, hava ne anela, hava ne anela bersemha. Urahim nere sampeha,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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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him, urahim.
Ura
낙이나 한방 낙이나 한방 낙이나 물숨하 낙이나 한방 낙이나 한방 낙이나 물숨하 한방에 안내나 한방에 안내나 한방에 안내나 물숨하 한방에 안내나 한방에 안내나 한방에 안내나 물숨하 우라힘 나를 쌈배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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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바나기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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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리스마 한바나기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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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리스마 한바나기다 한바네 안되나 한바네 안되나 그리스마 한바네 안되나 한바네 안되나 한바네 안되나 그리스마 우라힘 나를 쌈배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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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낙이나 한방 낙이나 한방 낙이나 물숨하 낙이나 한방 낙이나 한방 낙이나 물숨하 한방에 안내나 한방에 안내나 한방에 안내나 물숨하 한방에 안내나 한방에 안내나 한방에 안내나 물숨하 우라힘 나를 쌈배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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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낙이다 한바 낙이다 한바 낙이나 그리스마 한바 낙이다 한바 낙이다 한바 낙이다 그리스마 한바 안되나 한바네 안되나 한바네 안되나 그리스마 한바네 안되나 한바네 안되나 한바네 안되나 그리스마 우라힘 나를 쌈배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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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저는这条당신 상가的祈祷，亲阿爸，地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我对圣经路加福音14章第7節到第10節、13節到14節，以及16節到18節的前半段，以及22節到24節，我做來思想。陪伴父主的宴席，对今日这个信息的中间，
阮知影，咱将来有一日，咱要去赴主的宴席的，所以咱大先都要备办好咱家己，成做一个谦卑的人，嘛着要学习去服侍遐个有需要咱总是无法度来回报咱的人。最后，咱更加爱勇敢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邀请，因为当主耶稣过来的时阵，这个预言已经要真做应验。最后，所以要调入天下的各方各族，上帝伊的百姓，做伙来赴羊羔的这个婚宴。迄个时阵，咱拢爱甲主来面对面，享受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这个同在。所以，只有因信仰遐来的这个祝福，才会当伫咱的生命中结出这个美善的果子，会当互咱有这个新的方向。做阿爸爸上帝，多谢你赐落这个宝贵的这个话语，来坚定我的信心。哦，阿爸爸上帝，你赐予我的不是惊吓的心，乃是刚强壮大的心。所以，阮通坦然无惊来到主你的心不足前，为着要得到怜悯、蒙恩惠，做阮随时的帮助。阮同心的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啊，这点啊，罗斯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的弟兄兄姐同在，伫到记罪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到这就要告一段落。咱后回同一个时间，依然伫空中来相甲见面。愿天父上帝赐福保护你，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过一摆甲大家讲，新年恭喜。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做好事，该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欢喜。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孝顺，该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命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宝贝好地欢喜的名欢喜。